今日所讀嘅聖經係路加福音2章13至第14節。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天使讚美神說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一大班天使大合唱，頌讚神嘅榮耀，又賜平安俾人。呢段經文話我哋知道，頌讚係可以更新我哋嘅心嘅，亦都讓身邊嘅人感受到喜樂。而家就同我哋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最中意嘅敬拜詩歌係邊一首呢？點解係呢一首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哋就一齊祈禱，又用你哋所中意嘅詩歌嚟讚美神啦。主啊，讓我哋每天都用歌聲同感謝讚美你，奉耶穌嘅名求，阿們。